桃园出帅哥，苗栗出美女，用走的吗？前面一句没有很认。洛神肚肚隔壁，就那洛神吧，上忽然给隔壁出来，洛神就堵到隔壁哎。是浪漫的故事吗？是浪漫的啊，浪漫。后来他们就一起被吃掉了。出了个那个凤虫头啊，哇，这边都是香，是啊这。因为咪形容嘅蛇呢挂拜做爱心嘛，温很臭嘞，好少女哦。跟你说他们相遇啊，那个超好吃哎，这个然后是3份饭哦。好啊，苗人哪阵去到这个总人办100份。哇，这个做唔得险一家，这个险一家就做唔得。总共时间你帮我请求吗说2年吗？2年。会有一种饭你知道吗？吉拿棒。哦，幼巧，然后你想我讲狗烟狗这个水鸳鸯嘞，有在点聊天。Hello，各位电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淑坤，一家之主。民族。係裝白橋，其實大白來到突然吼，這個感覺吼大山來賓哦，從來不卡英強喲。可是他們不一定想要跟你邊做不卡你呢。好像沒問過呢。對，真的沒有問過。其實阿勇講出來有全台灣嘅應該啲哦，我係從突然來嘅。真嘅嗱，我係苗栗來嘅。嘿。講什麼呀？嘿，桃園出帥哥，苗栗出美女，用走的嗎？前面一句沒有很認。好啦，根本呢個來賓我啱啱講吼，全部係顏值廚藝滿分嘅。冇唔錯，唔過呢些老朋友都評測欣賞咯。提前老朋友都嘅係阿森之師傅。大家好，阿朱師傅你好，三個老朋友都係劉雪玲劉師傅。朋友大家好，子榮你主持人好。雪玲姐你好。好，3號嘅呢老朋友都嗌呢阿組哦，係來自平鎮嘅表姊妹哦，朋友都係小玉子、老豬妹子，歡迎。歡迎。來，排泄咯。哎呀，看到染到的衫，唔是按斤重。哪裡？在哪裡？阿朱啦。好，大家都看下咱出嚟影片哦，咪係來自偏轉嘅來賓哦，記得係表姊妹，按到鄧水俊到潘妙潤。歡迎。哇，4個姐姐呢都當用心哦。係啊。我發現現在來賓的都節目當中，他們都很用心在他們穿着，然後打扮當狗。係啊。藍錘是做藍色，對。風錘是做霧色。沒有，因為我們要顯出紅色的 V 型裙啊。霧色咪看起來黑色。好啦，這個唔厲害。2個姐姐呢係來自平鎮啊，哈。平鎮呢特別有推薦乜嘅好高、好色、好料嘅冇？料吼要附近啊，北港潭。好料，風景好，空氣好。聽講藍水今日會推薦一件哦，凍河式嘅串湯，係嗎？係，我哋有菜市到一個凍隱藏嘅地方，菜市嘅做土心口啦、河外市，全部都會長期來盤做。哎呦，我當推薦嘅吼，係糖醋排骨，因為不開。蛇蚵筍那種清好食，我到到不開有做乜個事情嘅時間，聚餐嘅時間就會長期來做咁樣去。哦，清好食。所以佢本來勝利是凍河咧。凍河。所以你看來到品質哦，非常多嘅隱藏版嘅美食做得你品嘗一下啦。還有嚟到美食頂下吼，梁祖妹會帶來厲害嘅哦。冇唔錯，故說呢，花梅島國馬上就會進行踢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。大家屋企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屌絲咯！兩款地度呢，屋企地度嘅一啲秘密武器哦，全部攞嚟掉出來啊！嗬，你係咪講講問下他？洛神花漿，洛神花漿哦。我在猜，自家做的係嘛？自家做的，哇！自家做的，也經驗做的，經驗做的，慢人做的，愛做的，太厲害了！掌聲鼓勵天下。你很像洛神花仙子啊，其實大都會啊。凍醬嘅哦。啊，什麼？你沒有拿洛神花漿做乜嘅咧？洛神肚肚隔壁。哈？洛神堵到隔壁，就係用洛神花上忽然嘅隔壁出來誒，洛神就堵到隔壁誒。
是浪漫的故事吗？是浪漫的啊，浪漫。后来他们就一起被吃掉了。我有酸酸甜甜的紫米，哦，楼顶隔壁乡阿去比煮案呢。同一米同好食。既然是酸酸甜甜味道，一定会本大家兄的爱情。鼓手风吹的朋友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哦，记得我嘅全名当去重用。不过，咱水果可能好厉害哦。今日带来的是客家妈妈全部做嘅，你係乜嘅？萝卜干。萝卜干。哦。不過幾下厲害哦，你識幾久嘅3年lang了，我2年了。啊，你啊有買個貼片嗎？有啊，即家曬日頭曬嘅蘿蔔乾係香啊。冇像蘿蔔買嘅米頭冇咁好。係啊，日頭米頭香，對，它放心色。很厲害嘅蘿蔔乾嗬。我做嘅菜名按到嘛嘅，兩三強下講，預備備起。越陶越有飯。哦，我用越陶越強下做哦。他講有盤哦，其實客家人懂接受，不過等下做出來聽說冇強用咯。等下嘅比賽有信心冇？有。哎呦，他懂嚟咧。好，既然大家都準備好勢法，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我哋開始做咯。哇！你看下蓋比就先錄過咧。跟滷嘛該啊？先滷胡椒粉。啊，佢看你就落去團金嘅。我胡椒粉多呀，係哦，我先切過。做乜嘅我先切過？是打剪啊，伊真唔會攪。哦，好痛，好痛！在刀療啦。好，咩真會黏咪？哦，黏咪啦。想要刀療一下。唔係。再買剁開來哈，加愛一啲鹽。哦，鹽嘛。鹽。哦好。誒，所以你下地蓋比愛現場長來錄本大家看係嗎？師傅都這樣做菜的。是嘛？哎，做得啦。哎，錄本大家看。因為呢兩地已經錄好咧哈。係。哦。安尼吼。Tell you，係冇？係啲胡椒粉。胡椒粉加老高嘅哈。米酒、芒油來，胡椒粉。胡椒粉啲啊。啊。米酒愛哦。愛一啲啲米酒。可是你等下還要用來像有點醬燒嗎？乾煎，再落去一下落神法，醬，會變黏咪啦。這讓我想到很像是人哋叫什麼？是個有沒有橙汁雞腿？哦，它變洛神花雞腿。咁佢洛神花嘅果醬其實幾合算嘅哦。係，酸酸甜甜。哦，因為佢會煮加會老糖。係啊。冇，我冇老糖嘅，因為這個果醬都有蜜嘅。哦。其實佢家下講愛做乜嘅洛神花遇見雞腿嘅時間，佢佢嘅蓋比愛先錄嘅洛神花嘅果醬誒。錯，不行。哎呦，蜜的是直接蜜。哦，還讓你破梗呢啊！那你會裝到盤的底度嗎？不用啊，放這裡就好。那個你剛剛那個是果汁嗎？對。哦。誒，洛神果醬。你係冇加湯誒？誒，跟冇加湯誒。哦，還控甜的哦。好，我們先交給他們了，某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來，要搞不穩今天了，加油哦！哦，怎麼了？大家看下來看，出大事了嗎？哎呦，你這個是哇，這個是跟啊，這個叫強葉哈？係啊，叫強葉啊。這個夫君嚟摘嘅呀？這個夫君嚟摘嘅。啊，係啊。誒，本來是按台片的哦。好，佢上嚟當高誒。佢哋下老嘅下油上面啊。哦，係啊，係啊，因為那個細皮嘅嫩嫩那個整葉都冇香味啊。那你要先整邊軟，先整邊軟，等下跟攞翻。哦，啊，唔過呢啲要先炒嘛，該。哇，那個厲害。向葱，別向葱，先別起來。這個量就是要夠。豬油邊係冇？大家看一下叫孫紅，出了嘅那個鳳蟲頭啊，哇，這邊都是香，對，有嘛嘅，都給一下，下鹽下鼻嘅，你啊只係我哋會自家做嘅秘密係，啊你啊係香菇，啊豬肉你下係現場切。哎呦，我你還可以吼小絲皮嘅，等下必邊油蔥嘛，別係，這怎麼辦？這太好吃誒！金融，啊你蝦米用咩選兩種啊？較香。哦，哇！所以該下豬肉這先全部變落去咯。一紅變。哦，這個標的好漂亮哦。
人家就是当用心准備來比賽哦。有特色。哇，你看個，哎，我都是當做做行咧，係哦，我整糯飯啦，係勢哦。哎呦，有糯飯用翻蒸整呀，用天翻蒸整咧。哦，翻蒸整的還有。嗯，那看到的地板它就紫米哎哦。看低咧落去啊。哦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大家都上來哈。哦。好。哇，你的地比好比哦。它就狗粉的哦。安用長為樹啦。哦。哎，又都像個椒麻雞耶。係哦。安長為香哦。嗯啊。嗯。動厲害嘅，佢哋用啥嘢啊？嗬，全部動槍。係啊。哎呀，個姐姐本團家煮嘅係咪㗎？係撈做菜就相關嘛。有哦，一級的哦。一級哦，咩丙級的啊？中餐丙級。你睇看。撈做菜啊，有動物做菜。沒有做菜冇相關。冇相關，咪係呢種嘅布樣。沒，哪有那麼多啊？誒，做埋條路。它是賣服飾的。冇管呢啲咩兩手做到安這樣。我咪做服飾的呀。你們係做？你們係做服飾？我退休的啦。哦。你們對美感一定有很要求哦。那你覺得我們的制服怎麼樣？你知道？你評價一下。誒，你客家鳳米啊？有客家鳳米啊！啊，等一下個嗆菜，有慢煮。等一下我個炒歌，我要用六神法，差唔多。六神法將落去，差唔多切分熟嘅嗬。係醃一個米頭入去。係啊，總得等佢全熟噶。係，都得。我一撩起來。是阿姐，你係咪形容嘅成日掛擺咗愛心嘛？嗯。溫很臭的，好少女哦。跟你說他們相遇啊，肚多呀，係啊，肚多冇樣夾散哦。等下我幫佢靜置一下係嗎？唔是，我就剪開咯。哦，好嘞，搞不贏。剛剛你等下給我多做了，好不好？現在不要煮油。對，好，那個超好吃哎，這個好像是3碗飯哦。好啊。苗就拿着你去到幾家種怎麼辦？100份。哇！這個做唔得險1家，這個險1家就做唔得。豬油不用落去嗎？哇，你內行人哎。對，那個超好吃哎，這個好像是3碗飯哦。好啊。多方面是不是？對啊，很下飯。你有冇能嚟加油嘛？哈。我用豬油煸。哦。這個順序有什麼特別 TPO 注意嗎？有啊，主要先煸香嘅，當做咧煸咧啊，個煸咧啊，個煸咧啊。係啊，你全部香啊煸出滿香啊。所以最近豆腐卡炒 U 盤嘅時節是要不用愛落配乾哦。要。哦。小學嘅2年級啊，都會煮菜飯嘅。哇！你不卡就幾多來了冇啊？但係嗰個一隻露台嗌3天。哦，是用隻什麼？那你跟我一樣是掌上明珠哎。所以我媽媽冇講啊，煮菜全部自家煮啊，自家放啊。金潘的珠啊。我們可以用什麼裝？這個。哇！哦，你一下話香菇咧哦。哎呦，你一香菇未算當台料嘅哦。係啊。我大白是 U 盤嘅時節咯，我貼片會裝嘅改片要香菇嘅。係啊。好，那我們先過去哦。好，加油。啊！定係呢兩寶嚟係嘛？水起台就你要得接斷。醃，也係落神法醬哦，也煎得差唔多嗬。就拿嚟落去米。哇！要不要本家用下較嫩哦？因為它有酸。對，果酸啊哈。咁但係要喺做啲雙色咧嗬。韓國咧落新法咧，因為係風色啦，很有去這種浪漫的感覺。當喜氣啊！啊，你豆腐卡出那個落新法醬啊，除了做嘅蓋比，還有做埋其他料理嗎？咪做得直接喝啊！係啊，也咪做得做吃吧？哇，凍呢喂！我是濃縮，用濃縮。加下要講唔可以加水嘛？唔可以加水。那你還要攞一些腐折粉，幫人家挑油嘛？唔是，馬個都唔是咧，因為伊也底杯肉有鹽嘅，滷膏嘅，有鹽米嘅，我硬要發現前時間啊啲，呢啲嘅嗆菜芒冰落去嘅。芒，還芒愛冰，芒愛冰，好，剛剛牛吧，你先多啲個片咯。好，我俾你熟一下。好。香菇炒糟來咧。那一盤看起來好棒哦。哎呦。
其实用炒好之后嘿，不是全部炒到个油盘底部呢。直接剩饭的啊。哎呀，做得搅盘呢。哎呀，安尼无叫姜米啊，无安香啊，加叫姜米较香啊。聽講福卡本來哦，煮酒盤水加叫姜葉，係嗎？我先生講，要是叫姜葉那個，我講好，我煮本色。哦，我煮叫姜葉不用我帶下去，當不用撈飯炒好誒，當你減皮了，當我一天我個整葉就會攞啲大家做同樣。真的。佢介下廣播一個細節哦，我就彈出了一個算是小秘密哦。你看，佢打白主動是有個出發點，全係我老公怎樣，我老公怎樣。哦，真的，苗栗老公對不對？對，因為他喜歡吃個葉桃葉米頭啊，啊我兩位雙胞又冇用嘅葉桃葉啊。你很愛他哦。對啊。加薪啊！哎呀，可以搬下去了。可以。那你等下撈翻，要不要攞來姜下炒冇？哦喲。時間輪出嚟。哎呀。唔會。兩個係拌在一起的。對，可以了嗎？可以了。你都有福卡嘅煮牛下走到也係下。較早的喂。哇，有個料鹹澎湃哦。係哦。我老人講，最近係提住白肉已到現場炒油盤。唔是吃米頭，吃只隻。哦，加係染哦，我肯定會加頭油誒。加一樣，頭油盲油。還有頭油嘛？對。這是中藥的店的五香粉，它小。哦。人家都是青蘭冇。看你。看我哎。哎呀。看你不看？看你老公，看你老公。打電話問他一下。哦，你老公很吃辣哦。哎，對啊，你爸老公吃重。我們家用這個東上薑，啊，做乜個菜都加嘅。哇，嗆鍋邊。因為其他我種都硬啊，所以我油翻喺手加下攪啊。好，嗰時壓這個是真功夫，然後佢攪勻嘅步驟。哎嗱，咩啦？攞翻一整啊，好加甜嘅，然後嘅香料向下攪啊。安尼我硬鐵的啊。哎，嗱，那個種硬鐵的。好，那這樣子 ，Andy 就先來離倒數哦。好，加油哦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那鐵觀地圖拿出副卡嘅本地，哪一組卡佔到咧？哇，兩副卡呢都真係出太彩耶！先對人哋那個樂神法度到隔壁嘅後面是睇起來試試看呐。哇，人家最近完全圓圓呢。哦，真正為咗戀愛感覺呢。蓋鼻吼，除了先入口之外哦，我講外部，佢就先過只粉吼，所以食起來個是這個非常嘅滑溜。樂神法表也啲最面是真係凍㗎，其實煮過後唔會做乜嘅酸，我覺得是一種果香誒，姜米都要啲度啊呢，仲真的，因為全部有先入過啊。小妞姐你吃到咧？係啊，凍入米，嗰種酸酸甜甜嘅米湯。朱妹姐你吃到咧？也煮嘅愛啲嘅粉，其實我係嫩啦。行街嘅重點一切夾中嘅哦，清天空哦。解下唔記得有按挪一下講吼，因為解下冇炸過挑梅，所以佢本單嘅洛神花醬啊，是凍好些。冇炸過挑梅其實係凍厲害一件事情呢，我覺得很棒。你們覺得咧？肉清嫩唔係濕濕。係。食起都要酸甜啊呢，真好食。大哥咧，阿姐你去到幾條做樣辦？同樣啊，給樂神法用原汁做的啊，它就是原汁原味啊，沒有添加，所以直接放進去，那個雞肉就很嫩，很好吃啊。其實我冇卡好，我咩冇有做樂神法嘅法醬，唔過真係冇做過兩套菜啊。誒，轉去做啲推薦一下，我咩試過。做得咯。好，然後咧完全下冷脆兩片做係啊，酒盤。一除了一大方都比較多都上面以外，加個糯飯咩整料當好，一香氣吼，青刺、粉面，韓國非常嘅多，越清哦，家下就講越紅愛用別吼，所以食起來真正非常嘅香，非常好食。我覺得牛排館咩當好食咧。係啊，冇錯啊，牛排館唔單止是香甜甜哦，cái口感嘛，食落去嘅，其實佢仲咧卡斯。凍好食，對，好棒啊！就係客家人最正統嘅客家糯飯，小妞姐你知道咧？哦，真好食，係啊，伊啊香料煸嘅個香，係，啊個糯飯吼，
冬球，真很紧张，对不对？做乜事你知道咧？嘿，一攞飯要球，上了要包凍上，非常的好食。苗人哪天去到自家做怎么办？100分。哇！这个做唔得险1家，这个险1家就做唔得。总共是10分呢。哎，不止加18分。我今天做冻河吼。时间要就会啦。啊，你係要吹個熱土啊，個椒薑也係要落米落去哦，唔係難香。錯，因為家家是講講，要再入一個梅是香梅，就是椒薑葉。椒薑葉。哎，凍河選，這本起價就8分，你本起價幾多分？一樣啊，100分啊。哎呦，有信心啊。真緊要好選吼。啊，豆腐卡自家做嘅 U 盤哦，然後今年要政策冇？要喎。嘅越頭越冇響出味道啦。哦。但係今日切得仲要太低地位。咁我做得用電磁錄影盤哦，做得出好食嘅 U 盤哦，所以等一下看一下兩位師傅嘅倒帶用辦評分咯。哦，真緊當緊做，因為這種速度按用心做出來了，就按暫地位料理啊，看師傅專業嘅評分呢。先請你啊，甚至師傅搶本分數。攬出一分。好，再過來看一下阿四零搶本分數。甚至師傅搶公平，係咪上到阿婆嘅啊？係，阿婆媽會按樣做，用吹布啊來做。啊，藍腿條片呢，每道凍好，就使到個香菇嘅每套，還有個油蔥嘅香氣種油。啊，唔過較大眾嘅地方係，可能係油蔥啊，比較香菇咧，就個一點點嘅腐梅咧。啊，唔過整體起來按樣個每套凍好。啊，鳳腿條片呢，使到個肌肉清軟。凍好是啊，洛神花嘅香味，還有個回甘嘅作用。啊，唔過使到就個醬啊，就較少一絲絲的咧，就真的按樣是會較好按樣。哦，好，大家都繞搶一下客家女神搶公平。兩水煮來煮凍好食。問題係今日我本風水得分咧，仍然係風水嘅頭腦在嘛吼。用洛神花做的就隔壁獨到隔壁凍好食啦，真嘅凍好食。嘅隔壁啊吼。老洛神花安尼夾米絲啊，一笪米啦，還有廿個肉啊，迄講迄滷下鹹一啲啲咧，只有個米絲啦。啊，南水向大爽的啦，你今日準備可能係強多的，啊廿個油蔥煸來強高火的，到你下做米就係咪糊糊？整完強大，廿個撈飯整來90分的，整完當厲害啊！撈飯整來唔可以綿綿，唔可以板板，啊唔過整完當好食。其實凍好咧啦，凍好誒，每機會吼，謝玲姐哦，佢本來就係客家 U 盤界嘅地位都係精神總錦標咧，係叫標準下高啊。咁嚟講，好，兩組呢都真係係十分的用心做出料理，正統嘅客家味又有加上新嘅創意。唔過稍後嚟看一下，謝玲師傅今日又帶來乜嘅好食料理，我嚟睇自家分享咧。日出大菜。要到嘅謝玲姐有來也嘅出大菜時間，因為菜名係乜嘅咧？肥腸茄子，肥腸茄子，簡單明了。對，來的是太長老吊菜嘅。哦，所以食菜就太長吊菜嘅。我先要炝水先切，豆瓣醬。對，他趕時間，沒有，我要先到炝水切起來。哦，我一樣來講。好，這個非常做過嘛事情啊。你非常好，那蘿蔔，但蘿蔔拿來炸，是像那個四季肥腸那樣。嘿，像四季肥腸啊，但蘿蔔來炸，等那個吊出來炸好，飛加哈，當倒落去就唔可以講圓。哦。我蒜頭一定切片呢。做乜解？我等下搭架了，搭別架來咪係蔥條片呢啊。哦，我按到會叫個。叫佢炸，叫佢攪水啊。四個姐姐有問題就問哦。好。謝玲阿姐切架啊，切小辣椒。我會去籽會放生。做乜解？醬基調辣啊。哦。我會先到炝菜部分切好來，我就切大蔥。好。所以你等一下煮蔥的那一鋪嘛，嘿，煮蔥那一鋪，電到你皮好咧哈。嘿，你調出來我挑面切切，哦，嗰味道啊變佢好看。我用刨刀，哈，我等下刨刀，我等下先剖開來。對半切啦，對半剖開來。那你要刨嘅話，做唔先刨？安尼啊，做唔得先刨啊，刨等下冇油呢。哦。呀，刨等下安尼，
两片看到两片台卡地师傅会做嘛干哦？有人猜到吗？配色，嘿，哦，我比感色的。这等一下该标出来咩鱼那一波。嘿，标出来那一波，唔是混混的，就安尼强波。啊，炸个时间就嘛要注意吗？就清锅个温度，本佢炸锅，因为用个食要较强啊。冻因为姜个石木啊，会变雾啊。系啊，爱炸做乜个无糊。最近有帮爱请求吗？说2年吗？啊，2年。上到的催苗黑嘛该金宝钟，金宝钟，哎，蛋宝是有像是徐师傅的金箔吗？系啊，爱炸做乜个无糊？油温不够，嘿，还就该炸个时间冇啦。哦。我炸本件用圆圆。我台葱还没穷用切，一条一条哦。哎呦，嘿，我没穷用切一条条。你系熟嘅系嘛？也熟嘅，我先卤过呀。台葱那种咧洗墙咧卤过。哦，两片破好咧。炸本件圆。圆就有熟嘅呀。它变圆啦。你我鱼油喎。哦。我先到蒜头煸上来。师傅你一下用个葱拍。葱拍到蒜头。系啊，葱青放落去哦。煸米香啊。嘿，煸米香。哎呀，蛀葱是在那一泡去做的咯。嘿，蛀葱是在那一泡。唔是混一下泡混哦。唔是。你要爱炸几条？啊？做破皮擦擦。然后我俩金黄色的哦。有香吗？有。韩国俩浦东葱油哦。豆瓣酱。用一天我捞去炒香来。我汤款，我加水嘞吗？加汤吗？加汤吗？哎呦，加啲汤母了，母汤更强哈。米酒会吗？一点点米酒。哦。有泡过嘅曲嘅吼，真係好看嘅。所以蛀葱係最尾將冰落去。嘿，蛀葱最尾冰。哦。米透吃。炒又香了，哎，那个肠子可以来了。好来。哇！我香油嘛？一点点嘞。哦，大家看一下，了蒜钱，了蒜子一点点，去石木的，增加个石木个个香气。用油。一点点嘞。你一套菜冻我，那不又应买吗？有啦，冻也买啦。茄子肥肠，哎，茄子肥肠。快炒店用油。快炒店啊。快炒店就想到什么？有啦，川酒啊。哦。对。你一片菜下油，外下油哦，你用走油的方式。没关系，客家人都喜欢。哎呀，你要总得蛋浆水啦，要崩盘那样。没有。我见面也唔会喊。做冻撈飯哦，我家李宗北未揀撈飯係要哦。有崩拍飯、黑茶飯，嘿。哇，阿樣嘅配色凍好看。肥腸茄子，按鈕就好食咯。哦，那个雕出的皮虫呢，非常的简单明了。不过呢，有啊，谢李师傅的秘籍就冇 Q 哦，睇起来吃吃看呐。这个猪肠肉都都好食诶。个球个，它系香咩？哦，你阿泡到一号呢。你看猪肠哦，先有肉嗰個，還有個泡哦，佢邊都行較奶超，而且行較香誒。春姐姐你吃了？你睇太重肉都凍 Q。係啊。哎呀，雕出嚟哦，又有軟，哎，炸到凍好，凍好，凍香。做乜知你吃到嘞？你一太重色到凍香，就唔會有香。唔會有香味。哎，啊，嗰雕出嚟色按這樣看，它本加紫色的，鹹味煮啦，鹹味煮呢，色香味就好。真嘅，師傅對師傅，100分，100分。哇，係啊。
风水本设定阿姐哦，给分数系100分呢，你都会分几多分？100分。100分。哇，你看时山亚样讲，啊，怎么个会分100分？他是到遐给调出的情愿是吼冻茶饭，做得崩饭。啊，讲正经咯，比起个快炒店买还好些呢。导演的呀，最近哪只嘞？那个非常重的东河色，啊，那又闷圆圆，吃起来就这样，很爽口了。哎呀，个头班酱哦，好多唔会香辣香咸，嘟好。哎呦，真厉害！还有只重点哦。係個調菜啊，然後個豬葱哦，哎，馬上鋪到硬好啊，有沒有？馬上，那小鮮肉，黑曼魚，好的。哦，阿朱師傅咧講看下。哦，你啊，正經的好食，應該調菜啊，炸好那種，該炒該手法，就是許多該調菜該甜味啦，自然該味道，還有調味做凍好，還有該太葱啊，該香味，哦，該清香的先。太重面線的，真經嘅好食那樣，好，第二次呢，沒算係當經典的哦，調菜不卡中凍的，啊，唔過用嚟做變法呢，就做參考麒麟師傅嘅做法。唔過第一關呢，一畢業馬上來進行水杯米罐的挑戰。把邊料理網，兩喙愛喺寒天嘅時間底度，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關唔但淨係比面試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愛喙真係正經嘅把邊料理喎，一家之主，Andy 誰來上菜了？好，來到桃園一道邊呢，小凍到嘅波啦，熱都熱唔停咯。哎呀，冇唔錯，今日主題嘅食材哦，其實哦，讓向嚟非常到台灣哦各地嘅戰爭哦。真的？真的？那還要開嗎？開一下好了。好，可以打開俾大家看一下咯。哇！對，客家粽。客家粽哎，因為粽啊要凍到粽啊，南部粽還好食，也係北部粽還好食。客家粽還好食，還係福州粽好食。其實也冇乜好講誒，就好唔好食就是給就好誒。對啊，吃就吃嘛。哎呀，不過根本也咩係單槍雪聽聽哦。哎，那幾走變法。哦，要問我嗎？搓冰啊，不行，這個真的不有力度哎。哎呀，先不師傅攤看一下好了，先看一下。然後做個一 Q，幫佢炸過。哦，像炸飯團一樣。它會淋醬哦。誒，冇啊冇啊，會弄醬啊醬啊，會用個客家嘅鹹菜乾啊、跳椒啊、酸鹹嘅醬啊。哦。假使係嗌做啲拎結醬咪做得啦，做得。係啊。不過客家女神哦，啊，設定這句嘛想法冇？我無來拿來鉗喺度做炒飯。哦，炒飯，係咪就變做 U 盤呢？要做得咯。兩組做啲先想一下，等下會拿來客家粽做乜嘅變化？馬上就嚟進行水杯米罐嘅挑戰。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你吃上看呐，客家嘅粽誒，我過來變化，而且呢又有創意到地度，你有想到冇呢？先看一下風吹咯，風吹想到嘅菜名係乜嘅？金寶粽，金寶粽，哎，敢講是有像是徐師傅的金箔嗎？好，他等下過來看啊，哦，到底是什麼？好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啊，非常期待哈！我哋看一下咱處理一片哦，用嘅客家粽嚟做變化，菜名按到肉凍鍋巴。等下比賽係最尾一關哦，咱處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到台上哦。好，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後，比賽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到底開始做咯。其實我覺得好難哦。係啊。粽誒，有個變化。金寶粽樣嚟做。金乜係乜嘅？金係豆皮。啊，豆皮。蠻好的耶，其實懂好誒。係煎魚類又係爆魚類。煎魚類煎。咁你有聽數嘛？解冇咧？有啊，麻白嘅。我唔家下講用嘅豆腐皮啊，爆魚類是錯咧。啊，做乜嘅？喊我準備按多嘅食材啊？愛多溫料。哦，加料是錯嘅。嘿，魚香醬啦。哦。咁我係馬上想到，做啲肉粽用安樣嘅變化。我咪唔使用變啦，我是不懂啊。創意咩？創意啦。其實我覺得這個創意很厲害耶。係啊。用豆腐皮嚟包伊厲害耶。因為粽兒本來是係半夜爆魚類嘅東西。其實係攞個粽入換做係豆腐皮。
那量无强度哦哈，乜嘅？嘅量啊，唔是强度啊。好，多得。所以你都要重新来开始炒重料哦。唔係，打一多攞不住特醬料本地溫嘅豆腐皮。所以你要做醬。係一多醬咧，多醬咧。好，好啦，唔講呀。好。你薄啊？你薄中的呀？你薄中的呀？阿郎讲哦，过年时间，他赶年做好就会按钮哦。对啊。懂闹年了，不然他们处理一下，我们先过去，好不好？嗯。哇，各位阿姐，各位先生，一种的啊吼，我看像平常的模式，睇嚟变变相变到硬硬哈，你就做得安样做，种碎碎的时间，因为你要现从摸烤箱，那就变通用了的东西来装本细乌的就会去刻，会去色。你意思係講鍋巴，你正經本去做像鍋巴係用起司哦。係，等下起司我參得來，成日唔是搶出來，我會參啲搶出來落去。哦。佢有10度起司，而鍋巴吼，等下咬起因為香有鍋巴的味道。哦。係。你喺年尾應該做嘅乜嘅，呢啲像差一點愛豆腐啦嗰種嘅。哦，等下咪會差一點點嘅會豆腐啦，安尼。會咬起香的。嘅凍奶車，凍好食。我見做。好。啊，你一糖嘅搶出來做乜嘅？糖嘅搶出來，等下我糖熟嘅，我就阿拉去放落啲麵當咯。係咪就有像披薩？嘿，炒。可是你還不要先加熱嗎？鍋子？不用。哎呦，不用。做乜嘅？時間要幫我請求嗎？2年嗎？2年，這樣可以了。倒進來，把它關掉了。記得用下凍定一下，你看，用很少嘅風吹條，結果準備也太挑。係啊。所以呢啲嘅起司係不到大下哦。凍澳沒有大下，沒有表，所以呢就下會是安樣嘅東西。因為佢因為記得披薩嘅像不用到當杯啊樣。他不是要做鍋巴嗎？但是剛剛又說上面要鋪那個青菜。對，我就是這樣。但係到底係鍋巴也係披薩咧？到底係鍋巴飯也係披薩？鍋巴，鍋巴也是像披薩一樣嘅，越來越玄咯。係啊，我有一種觀念，你知道嗎？吉拿棒。哦，又強！你睇你們你想我講講煙果這個水鴛鴦咧，我在點兩片，真的超級鍋巴哎，有點像烤餅哎。鍋巴也是像披薩一樣嘅，越來越玄咯。係啊，呢個用披薩嘅鍋巴。李仲邦梅是不是今天做糯飯做太多了？聽說他這幾天都在吃糯飯，他現在已經要放棄了。你有在家裡試過係嗎？有。你係用兩隻哦。係。哦。你有煎過嗎？哦。豆腐蝦用嘅師姐係用中火也係大火？中火。好，等下鍋都做來好嗎？好。哇，好香哦！你等下偏個spotlight沒太多了吧？對啊。哎呦，就已經開始爆咯。同香哈。係啊。阿姐想請問一下吼，你都想來爆個師姐咯？有冇想到係用豆腐皮啊？我想豆腐皮哦，它一個營養好嘛。我假如吃素的話，我會用素油飯，但我煎起來我是都在生炸嘅時間食。啊，你牛肉飯會熟到幾度起麼？我而家熟嘅，豆腐皮係熟嘅，係要不用減記啊？你減記會先煎過嘛？煎過啊，泡過滾水啊。哦。對，這應該很好吃。係啊。因為一豆腐皮煎過以後，佢還會香哦，啲香味會出來。而且記除了按洋蔥以外，它要搭配它的醬。醬咪係個靈魂。要醬。一咁幾係用到醬料地步，還係爆到地步咧？不用個蛋糕，還看唔會按單調。哦，你看就擦擦的。可以那種醬，你知道嗎？唔按120。你像那個啊，吉拿棒。哦，又強。然後你想我講講煙果這個水鴛鴦咧，我在點兩片。等下鍋都做了哈。好，太薄啲啦。哇，出爐了哦！哇，香味嗎？有哦。
哦，汉做得安用看，哎，动聪明呢。你係3年以內哦，提起白酒攞去冰看啊，下背係安用拿起來看的。這個很快速哎。係啊，對。咁不是有中料嗎？會不會冇鹹淡啊？也本身就有鹹嘛。哦，對，cheese有鹹。中文又沒有鹹，所以就安用做得咧。啊，想問一下，你嘅起司牛板熱那種冰啊？咱冰不去滲透落去底部，全部搭地就有，唔會等下流到冇中毒。我覺得這真的很有意想顏色嘞。係啊，尤其小朋友吼看到了吼，哦，小朋友看起司就開了。按用有色都香出。係啊係啊。慢年香出來。我兩沙東東那個印象按用文裝用文裝，我來講，你仲用要自裝啊，裝起司啊，後上面給我講，按裝咩當好食啦，我好愛吃看啊。原來係做中葡式係嗎？唔係啦，佢平常都開會變色的，按用電機烤一下。好，那我們勾勾芡還是差不多哎哈。煎得好漂亮哦，漂亮哈。哎呦，哎，米絲掹出來了，一個透皮的米絲。啊，你要片它就統槍發出來，等下有擺盤用的哦。哎嘿，錯。那這樣我們差不多寫了倒數嘍。哦。好，加油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來吃看啦最美味一罐，因為你客家中嘅編做料理，乃家較沾着咧。哇！好，這個客家中嘅呢，冇想到吧？你看一下這變化，太厲害了！現在吃看下風吹一個金寶鐘。好。懂你咩？而且你我細條條嘛，你知冇？像這個種竹港飯咁樣，我不要搞一層啊擦擦嘅皮啊，講真的，小妞自然知道咧，懂一米也稍微懂香，懂一米，做乜自然知道咧？係專一米唔可以淡淡嘅，懂香。好，你係問一下咱水家姐，你有發現到該種個孔的那一片嗎？孔的有不比例吧，幾白色刀。佢哋我們在講爆皮咧，他有做該貼片這種料。水軍拿這咧？係啊，加啲香料落去講，做咩裝到當好食啦？它的蘸醬啊。係啊係啊，很香。風水學體之後咧，你下飯食下冷水嘅一片啊，做嘅肉粽鍋巴。真的超級鍋巴哎，有點像烤餅哎。鍋巴哦，唔但像我一個卡茲嘅口感。還有個有啲差一點就係廚房啦嘅香味，因為給它都會給它去死，有些人有哈，焦香哎，這個很厲害，做得好起來。妞妞姐，你知道咧？很香，看起來當像台灣的披薩。朱麥姐，你知道咧？呀，客家披薩，香香，食又當正。係啊，越炒越香哈。非常好食，好食。大個女攬出去講自家做嘅咯。當香啊，我覺得是香。係吼，啊，水軍拿這咧？一樣100分。好，我感覺可能就一百冷熱粉哦。冷熱粉。嘿，因為吼，佢哋做嘅兩張吼，個起司餅都拄好。原本喺想講，冇餅其他係挑梅，會唔啦蝦唔啦梅嘛？結果唔會咧。好，等下大家全實睇咧吼。看一下兩位師傅應用版來評分咯。好，緊張嘅時間呢，馬上就到位，先搶你啊！甚至師傅搶分數。冷水幾分？2分嘞！再接再厲，看一下謝玲姐搶分數。為什麼？甚至師傅？好，冷推兩片呢，就試到該鍋巴該口感，底度就該米飯該香味，適當呢。青蔥鍋巴含有該派嘅感覺，是到東香東好食啊！風推兩片呢，就而家地方較大上係幾種多咧，底度呢就較冇熟冇煎到嘅地方就較軟嘅安樣，唔是煎按重2-3天安樣就差唔多咧。哦，謝玲姐，你有想法咧？涼水來種來凍好啦，凍有創意啊！哈，我先講冷水嘅哈，佢頭腦以後哦，佢會想講。像烤披薩用啊，安尼嘅方式來做，當有創意哦。當有創意問題，嘅創意又煎出了爛米，我喺當初喺上講用會煎得出爛米，冇想到煎的爛米又香哦，又香啦。
风水我做嘛冇分数呢，因为那个滚的头皮啊，是到水面上的是头皮，唔係是种的啊，冇办法种的线啊，就像冇头皮线啊。我当初老都唔会用包一粒一粒金包营养啊，一粒粒那个糯米饭接落去，好接落去的饭一排头咪做得接落个糯米饭底度，个米豉就冇穷用。我一个排头炒来咪一香哦，就靠先一个皮包来调喷的。两米主动有创意啦，还有进步的空间呐。谢谢。怎么？唔怕，即其實呢個個都做得當好啦，嗬。客家中嘅韓國嘅老幾節個個係要嗰邊最中心嘅菜色，真勁係厲害。咁馬上呢就要來頒獎了。耶！我今日真勁當歡喜嗬，大擺嘅挑戰呢，其實比賽要其次，最主要呢，富小好事各位呢就得向下成長。先來恭喜下藍翠得到3分，紅翠得到1分。好，來看一下藍翠今年係大挑命啊，3000條嘅教材機。謝謝。紅翠啊，你們有禮物要送給你的哦，一個係韓國金條嘅鈦保溫杯，還有另外一個係呢不吸水木纖維的枕錶送給你的。好咧，恭喜！好係熱沙熱汗嘅啊喲。好，來訪問一下嗬，藍翠嘅阿姐嗬，苗潤阿姐，今晡日嗬，哎呦，做到啱好食哦，有嘛感想冇？今晡日嗬，謝謝製作單位，本來都有咁樣嘅機會來參加，我們生平第一次來參加，所以我都挺榮幸。都不卡哈，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在不斷的演練，拉近了我們姐妹之間的向心力。當初我也是一種保持着就講，來搞，來好搞，來搞嘅想法咁樣來，冇前提嘅壓力咁樣去。哎呀，冇成日打挑命，拿到獎金嘅。係，什麼嘢？哎呀，不過看得出來真正準備動到啦。譬如講嘛嘅，台上嗬，10分鐘，啊台下嗬10年講，係哦，真正非常恭喜哦。什麼嘢？謝謝。好，大個來水準阿姐，啊，家下看你是動聽嗬。你們班有嘛想法會講出來？今日來參加這個客家電視台，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來參加這個節目。所以剛開始呢有點緊張，想說不知道到底做得好不好，自己也會害怕說做得不怎麼理想，結果還是得了第1名。謝謝大家。應該係觀眾都唔記得會講下咧嗬。好啦，今日非常恭喜佢哋噻。好，3號我們過來一片嗬。喺你小牛記呢講真嘅佢哋上面當用心準備。好，來小牛記先老太家講一下你要參加先的。感謝客家電視台一家之主吼，也喺節目本來就有機會係啊參加啊節目吼，只是睇參加啦，唔係一天都得獎啦。所以講今日真歡喜，真嘅，當歡喜就好，歡喜就好，真嘅，安聽吼，恭喜！咁我知禮拜哦，你用晒真嘅當好嘅組合，禮拜參加先對老太家講一下。表示努力冇啦吼。我用功啦，唔識參加你節目，所以有較緊張啦。唔可以千實忙哦，睇到卡做一下邊哦。真嘅嗬，演練都唔拉熟練啦嗬。唔會，啊，我個改進嗬。他一時過來。好，什麼？他就講什麼？恭喜！做妹子老小肉子又中年當強，我真嘅男仔咩強腰，呀！今日最後一件事就係講，互相來試下對方嘅好面試。兩個後帶咗一個後呢，過來做變化，讓聽人嘅好面試咪變咗兩個料理。係啊，其實我家下談風水講法嘅書之後，喺當重要，其中要結果就按照到住在參加啦，嗬，好搞就好咧。所以觀眾朋友前期50件我看到兩票，家家打電話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冇錯，依家之主等你傾下來哦，素養冇要緊，最主要呢，互相來交朋友，傾下來品嘗大家嘅好面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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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